住的地方。但是当教会如果没有洁净，教会没有预备，教会没有打扫干净，圣灵没有办法居住在教会当中。当一间教会没有圣灵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神。当一间教会没有圣灵在做引领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经历、去经验耶稣的同在。所以我们要洁净，不是只有洁净外表，还要洁净我们的内心，还要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。今天这个礼拜，牧师要继续接续着以弗所书的信息来看，教会也要征战。为什么征战呢？为合一来征战。我们一起说：为合一来征战。好，大家还没有吃晚餐，我也还没有吃晚餐。好，再说一次，我们为合一来征战。好，教会要征战，但是讲到征战的时候呢，这个字好像不太能用。征战的时候呢，我们都会觉得试一下，好像征战呢是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。没有人喜欢打战，没有人喜欢跟人家吵架，没有人喜欢动刀动枪。但是呢，以弗所书让我们看见，我们必须要学习征战。以弗所书总共有6章，1到3章，帮我按一下，是讲到在基督里与神的关系，而我们也讲4到6章是讲到在基督里与人的关系。所以他们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，前面3章告诉我们怎么样借着圣灵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，而4到6章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经历神、遇见耶稣的人，他怎么样跟人建立正确的关系。1到3章讲到我们是靠什么、凭什么来得救，而4到6章是讲到当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要做什么。一个人得救之后，是不是就是混吃等死？我相信基督徒受洗之后，是他基督徒生命的开始，而不是受洗之后我就等到耶稣来接我上天堂那一天。所以我们得救为了要行善，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我们得救为了要行善，得救为了要行善。行什么善？每日一善吗？还是要扶阿公阿嬷过马路呢？还是看到路上有垃圾捡起来？比这个更重要的行善，就是要行出上帝的旨意。好像我这个把它放下面一点，一直有这个气的声音，这样子比较好一点。而以弗所书好的，又不能，今天很不听话哦。好，以弗所书第1到3章讲到合一，而这个合一是教会内的合一。而4到6章呢，好，再帮我按一下，是讲到教会外合一。教会外的合一是为了征战，所以一个教会能不能够合一，其实从里面就可以知道这个教会在外面的见证如何。迦南教会在中华路已经有50几年的时间，那之前是在和平街，之前是在永乐街，也是在大庙的地方。但是呢，将近明年就要60年，这60年来，迦南教会在这个地方一直在见证，为耶稣做见证。所以我们怎么样透过一间教会来见证同一位耶稣？如果我曾经在以前南部的教会看到这个教会吵架分裂之后呢，他们礼拜天变成在2个地方做礼拜，一个是在礼拜堂做礼拜，一个是在教育馆做礼拜。同一个时间，大家从一个门进来，进来之后呢，教会就有2组的招待，一组的招待说来这边做礼拜，另外一组的招待说来这边做礼拜。然后呢，就这样一段时间，同一个地方，同一个教会，可是在同一个时间，在2个地方做礼拜。为什么？因为教会吵架，不晓得为什么事情吵架，可是呢，意见不合，一言不合，就分成2边。如果你是住在教会对面的人，你会觉得很奇怪，你们是一间教会吗？为什么一间教会会有2组人、2群人
如果你是第一次来这个教会来参加礼拜人，两边人都要拉你过去的时候，你会觉得真的实在是太奇怪了。我请这个ChatGPT帮我画一张从古代战争演化到近代战争的图那这个 GPT 呢，它就画了2张的图。这2张的图呢，它好像就是一个人在进化一样，就是从以前可能是骑马打战，骑着大象打战，但是呢，随着科技军事，现在呢也没有坦克车了，现在都用什么打战？现在都用无人机，所以打战呢都坐在冷气房当中，所以以后打战呢，你会玩那个 game 的很重要，你现在玩的这个游戏 game 可能以后都会派得上用场。如果真的发生战争的时候，现在的战争也不一定要用无人机，更厉害的是用资讯战，用网络战，他只要在电脑资讯键盘上面敲一敲。他可能在网络上面散播一些谣言，散布一些讯息，可能他也连一兵一卒都不用派出来，他就可以让一个国家、让一个社会分裂。所以我们要面对战争，其实是非常的多。没有人喜欢战争，大家都想要和平，每个人都想要 peace。可是呢，这个战争重不重要？有时候战争会带来人类历史的改变。我在 Google 上面随便一找，就是4月16号、4月17号、18、19、20，下个礼拜开始，每一天都会有一场战争。当然，这都是以前历史上的战争，包括在第1世纪的犹太罗马人的战争，19世纪末的甲午战争。17世纪的光荣革命发生在美国的波士顿，18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，还有同样在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。这些战争重不重要？如果没有美国独立战争，就没有今天的美国，没有今天的美国，就没有你手中的 iPhone。你觉得独立战争重不重要？很重要啊，因为 iPhone 很重要。如果没有独立战争，没有法国大革命，可能人还不敢追求平等，不敢追求自由，不敢追求人的尊严，可能还受到压抑、封建制度。如果没有甲午战争，我们现在可能都还要穿着清朝的衣服，还要绑着长长的辫子、长袍和马褂，因为甲午战争结束之后。就台湾人就割让给日本，然后被日本统治了50年。战争不一定人人喜欢，但是战争有时候是不得不采取的手段。而战争怎么去解决、阻止，或是怎么去结束战争呢？很多年前，在美国，发生很多这个有色人种的歧视的事件。所以有一次呢，一个有色人种的小朋友被虐杀，所以就整个美国他们就发起了抗议的运动。抗议的运动，他们就是在抗议对这个人权的不注重。那时候他们喊了一个口号，叫做 “No justice, no peace”。大家请说一次 ：“No justice, no peace”。没有满足公义，没有正义，就不会有和平的一天。你要世界上有和平，就要先让这个世界上有公义。你觉得你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公义？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台湾，包括我们现在住的桃园，越来越有公义。我们是透过法律、透过法令，不断的修订，所以保障每一个人他都应该要有的尊严，甚至连未成年、连儿童。以前可不可以打小孩？以前当然可以打小孩啊，现在可不可以打小孩？现在不能打小孩。如果你现在打小孩之后，小孩会怎样？他说他会去学校跟老师讲，跟学校老师讲之后呢，老师就会通报，通报之后呢，教育局就会通报给社会局，然后呢，敏媛姐姐就会来到你家来关心这个爸爸妈妈，你再怎么教养小孩。当我牧师在美国的时候，就亲眼看到
不是小孩，是一个婆婆，好打了她的媳妇，因为她媳妇就是精神情绪好这个非常的暴躁暴烈，好她把家的电视从2楼丢下去，用椅子把她家的车子的这个挡风玻璃都砸碎，然后把她家的墙壁捶了好几个洞，好我还看到那个照片，所以她婆婆就打她的脸说你清醒你清醒，结果这个媳妇呢跑出去。坐在路上，邻居说你怎么在这边？她说我被我的婆婆打。结果呢，10分钟后，2个警察开着警车来，把这个婆婆怎么样？按电铃，说你媳妇说你刚才打了她，你是不是打了她？婆婆说是。结果呢，警察就马上手铐拿出来，把婆婆穿着睡衣哦，穿着拖鞋，直接上警车，就在警察局过了一夜。后来请律师保出来这样子。在美国，是更不可以去打小孩，因为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。我们的台湾也在进步，可是权利必须建立在公平正义的上面。No justice, no peace。所以我们想要追求、渴慕世界和平。在我小时候常常听到很多人的愿望就是世界和平，可是呢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有人想要追求世界和平了，因为可能已经对这个世界和平不再存有希望了。好，在这个人类当中，好像世界永远就是吵吵闹闹，没有办法和平的一天。追求真正的和平，就是要先有真正的公义。好，所以我再请大家说一次：没有真正的公义，就没有真正的和平。请说一次：没有真正的公义，就没有真正的和平。所以我们想要寻求一个家庭的和平，那么就要有一个家庭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公义公正。我们想要寻求一间教会的和平和睦，那我们就要有一个教会的公平公义。社会也是，国家也是。为了追求公义公平公正，我们必须要付上代价，而这代价就是牧师今天所要说的，我们必须要征战。其实也不是牧师说的，是圣经说的。征战除了开坦克车、开无人机，除了用这个武器打战之外，其实征战分为3种。第一种叫做身体的战场，我们说是身体的战场；第2种叫做心思的战场；第3种叫做属灵的战场。这3种的战场呢，让我们换这个好。3种的战场呢，好，让我们都必须要去参与参战哦。所以呢，在英文分成 body, mind and spirit 或是 soul。好，我们的身就是我们的身体 ，mind 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。你的 mind 是从哪里来的？你的头脑的 mind， 你的这个心思意念怎么来的？你一出生就是现在这样的头脑吗？一出生就会讲中文，一出生就会问候人家的爸爸妈妈，就会一出生就会说哦我肚子饿。我们都是从原生家庭，所以这是我们一个 mind 一个心思成长的过程。那我再问你的 spirit， 你的灵从哪里来？你有没有 spirit？ 有没有？有，在什么地方？身体的什么地方？不知道。你有没有听过马街？你知道马街这个人？你知道这个人是长什么样子？你知道这个人的个性？你知道这个人的职业？但是我问一下，马街的身体在哪里？在淡江中学的墓园已经都腐化掉了。马街的 mind 在哪里？他的 mind 可能他有写日记，所以你可以去看马街的日记，就知道这个人他的人品、他的人格。但是我们为什么都认识马街？是因为这是他的 spirit， 是他的灵，就是他的生命。所以马街我们能够认识他，虽然他的身体已经死了，他的 mind 已经停止在学习，停止在成长，可是他的 spirit 到今天140几年之后，还继续
在我们这个地方，继续好像就活在我们当中。那你有没有听过耶稣？你有没有看过耶稣的身体？不可能。有没有知道看过耶稣他想什么写什么他的日记？也没有。但是耶稣的 Spirit 就在我们当中，所以我们就听到耶稣，就好像听到我们隔壁的邻居，或是听到一位家人一样。所以我们的人生都有 Spirit， 但是真正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长久持久的，不仅是我们的身体，不仅是我们的心思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灵魂啊！所以让你跟你的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我们的灵魂比我们的心思、身体活得更久。我们的灵魂比我们的心思、身体活得怎样？更久。所以如果你没有好好去照顾你的灵魂，你想说身体死了，所有都没有了？没有，身体死了，可是你的 spirit 还在。所以呢，我要从这三方面，好，带我们大家来看，我们要怎么样去为合一来征战。我们的身体需要为合一来征战。圣经以弗所书4章1到6节，好，我只选其中一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凡事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以和平彼此联系，竭力保持圣灵所赐的合一。这个竭力，竭力的意思，竭力就是用身体最大的力气。我们身心灵的征战当中，第一场要打的战，就是用我们的身体去竭力保持圣灵所赐的什么？合一。如果有一天你的右手说他不想跟你的身体住在一起了，你的右手要离家出走了，你会不会让他出去？不可能。好，如果有一天你的左眼说他不想要继续住在这张脸上了，他想要去别人的脸上，你会不会让他出去？因为他就不合一了嘛。我们的身体为什么我们要锻炼？为什么要吃饭睡觉？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可以合一、均衡的成长。同样，我们要怎么样让圣灵所赐的合一可以保守？就是要用我们的身体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以和平彼此联络。所以你做事情不讲究爱心，做事情一天到晚跟人家大小声吵架的时候，这个都是好像就叫这个只手、这只眼，叫你身上的器官离家出走一样。而以弗所书告诉我们，身体的战场有10件事情要对付，是在第25节到31节。我们的身体会不会说谎？哪里说谎？舌头。我们的身体会不会生气？会。你生气的时候会怎样？有一次我被我女儿允田气到呢，哇，我的血压都升高了。我不晓得我会这个血压升高的时候呢，就是呢，血压升高就是脑充血。那脑充血，如果你没有注意的话，有的人血压升高的时候呢，他就会可能就会血管就会阻塞，或是可能就会断，我们说的断筋啊，可能就会急性的那个脑中风啊，等等的。生气也跟我们的身体有关系，因为你突然整个血管的收缩，血液上升，我们的身体会不会偷窃？用什么偷？用手偷。我们的身体会不会讲坏话？会不会有苦毒？苦毒呢，就是头脑想到，一想到这个人，就开始很恨或是埋怨。小时候以前的人，哇，生活得很辛苦，那个婆媳关系，10几岁就嫁出去，然后呢就嫁给先生，然后都被婆婆管。她的妈妈也不过跟她16年、17年，18岁结婚之后呢，都跟着婆婆。这个婆婆呢，就把这个媳妇娶进来之后呢，不是把她当女儿，是把她当什么？把她当成像佣人一样，又要洗饭啊、煮衣服啊，又要生小孩啊。生出来小孩如果不是生男生的呢，还要再生，生出来还不是男生再生。所以呢，以前的婆媳都非常非常的辛苦，所以很多的媳妇呢都会有苦毒，苦毒到什么时候呢？苦毒到他的儿子结了婚，娶了老婆之后，就说现在轮到我了，我来当婆婆了，媳妇听我的，听我的。这是以前这种很多人的这种苦毒，或是当兵，男生呢
女生就是当媳妇，男生呢就当兵。当兵的第一天呢，就是震撼教育。震撼教育做什么？叫你在地上爬。他们说环游世界。什么叫环游世界呢？寝室里面，从那个时候是行军床，上下铺，从第一张床爬到最后一张床。好，然后呢，学长说爬够了才可以起来，爬的最后一名呢还要再多爬一圈。好，所以呢，很多那个老鸟呢就怎样，菜鸟一进去的时候就被老兵欺负，等到呢他当了学长老鸟之后，换他去欺负人。所以呢，这种苦毒呢是会一直遗传下去的。愤怒、恼恨、嚷闹、毁谤、恶毒，这一切呢，其实都是我们身体里面要去对付的。你要对付你的眼睛，你要对付你的嘴巴，你要对付你的手，你要对付你的心，你要对付的就是要把这些的恶在我们身上，身体会去做坏事的地方，都要除去啊，都要去除去。所以耶稣也曾经说，如果你的一只眼让你跌倒犯罪，你就要把那只眼，不如把那一只眼挖出来，强如你整个人活活的下阴间啊！其实耶稣意思说，如果你的身上有一个地方，嘴巴控制不住，常常犯罪；手常常管不住，常常犯罪；甚至是男性下半身管不住，常常犯罪的时候，不如就把那个地方好好的对付，因为这样的罪呢没有解除，这些罪没有把它消除的话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整个人都要跟着这个身体的器官一起，不是只有坐监牢，还要一起下阴间。怎么去对付我们的身体？以弗所书4章32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要亲切仁慈相对待，彼此饶恕，正如上帝借着基督饶恕了你们一样。我们身体最重要的战争，就是要学会去饶恕。你有没有去饶恕过人？你有没有去？有。那你有没有去请人家饶恕？请人家饶恕。你去跟人家说对不起，我去打你一下，然后跟你说对不起，这样子跟说请你原谅我，意思有没有一样？好，我们今天好像不太会学会去请求饶恕，因为这是我们台湾的教育。台湾的教育就是说，你会愿意说对不起就已经很棒了。但是真正的饶恕是要请求赦免，我们一起说请求赦免。所以如果你住在美国，好，就会很容易说 forgive me， 请你原谅我。但是呢，在台湾，好，我们在华人的世界呢，社会呢，我们都只会说啊对不起。但是对不起说跟请你原谅我有没有一样？是不一样的，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学习亲切仁慈相对待，因为圣经说，如果我们不去饶恕别人，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我们。如果我们心中对人有恨，对人有仇必报，不愿意去饶恕人，好，我们在圣经里面主导为说，赦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耶稣用饶恕，就是人家欠你钱，但是你一直要他，逼着他，要他把钱都吐出来，要还出来，就是一种不愿意饶恕，不愿意放下。那我们在天上天父面前所欠的呢，上帝也会要我们每一块钱都要还得干干净净。所以我们身体的战场就是要学习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，并且要去除掉我们身体会犯错、犯罪恶的地方。然后我们要学习的是用我们的身体去与人和好，彼此饶恕，彼此的饶恕。第二个是心思的战场，在以弗所书4章11节到13节，我们刚才有读的，特别是在第12节的地方，我们一起来读：为要装备圣徒，做侍奉的工作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在这段信息当中，其实是保罗对教会讲的。一个教会，他的要让弟兄姐妹的身体都要学会彼此的饶恕和睦，
而在教会，每个弟兄姐妹的心思就是要学会被装备。我们一起说：受装备。你来到迦南教会，受过什么样的装备？可能有小组长的装备，可能有敬拜团的装备，可能有招待的装备，可能有读经的装备、祷告的装备。这些装备呢，跟你在学校给你的装备有没有一样？不一样。在学校可能不，如果你不是念基督教学校，你可能就没有这些的机会。在教会里面，每一个人就是要被装备。被装备呢，是为了要做侍奉的工作。所以我们的服事最后是为了要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在以弗所书说，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。教会怎么来的呢？就是有一群人在侍奉。这一群侍奉人怎么来的呢？就是他们是受装备来的。所以在教会必须要不断的装备每一个，不管是新人是旧人，而这样的装备呢，是必要的、必须的。如果一个人不受装备，就等于他可能是靠自己，他没有办法跟人家合群。而在心思的战场当中，以弗所书也列出了有10个陷阱，我们很容易掉进去的陷阱。这10个陷阱，我们来念一次：淫乱、污秽、贪婪、淫词、妄语、粗俗的俏皮话、虚浮的话、暧昧无益的事、无知糊涂的人、醉酒的人。这10件事情，其实就是10个陷阱，是我们的头脑很容易掉进去的。黄子佼在过去这几个礼拜当中，又开始被大家讨论，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捆绑？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多的色情的影片？然后呢，还有那个未成年的色情的、暴力的、不正当的影片？你觉得他出生就会看这种东西吗？你觉得一个人会在正常的环境当中接触，会受到这样的东西吗？就是因为他的心思意念掉进去那个陷阱，然后就越陷越深，甚至到一个程度是无法自拔的时候，他就跟着他。所以他已经，就算他已经爆发了 Me Too 的丑闻的时候，可是私底下的生活，私底下的在他太太或是他的孩子一起生活当中，他还是脑袋里面装了很多这些不干净、不洁净的东西。同样，我们的心思、我们的意念、我们的大脑，很容易掉到这10个陷阱当中：贪心、淫词、妄语、粗俗的玩笑话、虚浮的话、暧昧无益的事、无知糊涂，就是浪费光阴、浪费时间。醉酒的人，就是要麻痹自己的大脑。喝酒之后，什么讲话都可以不负责任。喝酒之后，脑袋都放空了，因为他没有好好的用他的心思，好好的用他的意念。所以基督徒或是教会心思的战场，圣经里面都列出来，而我们要做的是要效法神啊。5章20节。5章20节，以弗所书是这样说的，我来念：要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常常为各样的事感谢父神。但是在5章第1节呢，却是这样子说，我们来念：所以作为蒙慈爱的儿女，你们该效法上帝。我们的心思要怎么样在这个战场当中得胜呢？就是要效法上帝。上帝他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上帝他是完全的良善正直，所以我们要以上帝的心为心，以基督的心为心。效法神，就是我们去思想上帝所思想的，我们去思考耶稣他所思考的，就不会让这些污秽啊、虚浮啊、暧昧的事情住在我们的脑袋当中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效法神，我们可能交了错了的朋友，可能在不好的环境当中，
这一些都会装到我们的大脑当中。我记得在我人生当中讲脏话最多的时候，就是在当兵的时候。当兵将近2年的时间，哇，这个当兵就是出口成章啊，一天到晚都在问候别人的爸爸妈妈，好，问候别人的祖宗。可是呢，当我发现到一个程度，就是你不讲脏话，你知道那个场合不能讲脏话，可是你的嘴巴会怎样？冲出来。这个就是怎样？你的心思已经被绑架了，你没有办法去停止，你没有办法去停下来那个脏字 dirty word 在你的头脑里面。你知道这个话在这时候不能讲，可是呢，嘴巴却冲出来，表示呢，你的心思已经失控了，没有办法掌控了。不仅是这些的东西，我们的心思大脑里面，这些贪心的事情，我想要怎么样快速的发财，我想要怎么样在年轻，在25岁的时候，哇，就可以杠杆有斜杠的人生，然后我就可以早一点退休，我就可以哇赚很多很多的钱，可以开最好的车子，住最好的房子。当你有这些钱之后，又看到别人比你更多，他就会开始越来越贪心，越想越多，然后整个头脑里面就在想，我要想怎么样把人家的钱从他的口袋挖出来，到最后可能是不择手段。所以心思的战场是会让我们的脑袋呢一直钻。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效法上帝，因为上帝他是完全的正直和良善。最后一个战场是属灵的战场，在14节到16节里面讲到属灵的战场发生都是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啊。所以第14节我们一起来读，相反地，我们要以爱心说诚实话，在各方面向着基督不断长进，他是头。在教会里面要说什么话？因为你看到划线的诚实话，但是说实话会不会伤人？牧师，你的讲道好无聊。你可能讲的是实话，但是对这个牧师听起来他会觉得怎样？他可能受伤了。好吧，你不喜欢我的讲道，好，那我也不喜欢讲道给你听了。那以后呢，我看到你我都不讲道，或是呢，我可能为了你都会讲一堆的笑话，但是我就不讲圣经了，我就讲别的。有时候我们说实话，哇，你看起来怎么样？好，你怎么了？你可能讲的是实话，可是没有用爱心的时候呢，可能我们的话是让人听起来很不舒服。可是，在圣经当中，他这边要讲的不是只有实话，在教会里面不是要只有说实话，实话是 truth 可以当实话，它也可以当什么？真理。所以在教会里面是要用爱心说真理。好，我们一起说一次，用爱心说真理。真理就是要说出圣经的话，上帝的教训。所以属灵的战场，就是因为我们在教会当中，我们没有办法说出真理，或是我们说出真理了，可是人家听了不舒服，因为我们没有带着爱心。所以怎么样避免呢？大家都想要说真理，大家都想要拿圣经起来分享，讲得头头是道。可是保罗说，我们必须要在各方面向着谁不断长进呢？向着基督。耶稣他有没有一天到晚用摩西的律法圣经说，哦，你犯了第几诫，你犯了第几条，好，然后呢，你违反你必须要受罚，好，然后耶稣一天到晚在定罪人？没有，耶稣他都在教导真理。可是他教导真理，你有没有看到他的爱心？他说，你可以平安的回去，如果没有人定你的罪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，但是不要再犯罪。耶稣给这个妇人上了一课很深的课。如果今天黄子佼，耶稣来到黄子佼的家中，全世界人都要把黄子佼钉上十字架，你觉得耶稣会怎么做呢？
耶稣可能会跟他做的，跟这个社会上做的不一样。耶稣可能会告诉他：娇娇啊，你小时候看了太多不该看的东西，你可能交了很多的朋友，这些朋友影响、破坏你的生命，让你的生命变得这么样子的，有这么多的污秽或是不洁。可能虽然你有了妻子，有了孩子，可是这些东西都是上帝不喜悦的。耶稣可能会告诉娇娇，然后让娇娇好好的看一看他的人生到底是怎么走到这个地步的。他可能会让他看一看他是怎么样变成这样子堕落的人生。表面上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主持人，可是私底下却是人神共愤。但是耶稣还是要给他一个机会，耶稣还是愿意拯救他，甚至耶稣还是对黄子佼说：我愿意为你的罪，这个罪本来人家把你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我愿意为你这些的罪，我替你钉在十字架上。你相信耶稣愿意吗？如果耶稣不愿意的话，耶稣就不能够拯救这个人。以前台湾的10大枪击要犯，一个叫陈进兴的，他就是杀了很多人，强奸，然后呢，做了很多的坏事。但是连陈进兴他都听到耶稣的福音，他听到耶稣愿意为他死，愿意为他钉在十字架上。陈进兴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，当下他就相信接受耶稣，他把他人生所有的错、所有的过犯都交给耶稣，然后在他余生短短的几个月当中，他在监狱里面到处跟人家传福音，带人信耶稣。到他要被枪决的那一天，他也大声的宣告。但有的人很生气，说：陈进兴呢？这种人还有救吗？你们基督徒还要接纳这种人吗？那时候有一个牧师，姓黄的牧师，他就是跑到监狱里面去跟陈进兴来传福音。也有人很生气，这种人你还要去跟他传福音？这种人应该下地狱啊！这种人他应该要祖宗18代都要拖出来鞭尸啊！你怎么还要让他上天堂，还要帮助他？但是因为圣经说要竭力保持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，要去爱仇敌，要彼此饶恕。所以当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很快的也很愿意的主动去饶恕那些没有人愿意去饶恕的人。而在属灵的战场，最不容易的就是关系的修复。圣经里面用了3个例子，一个是夫妻关系，一个是亲子关系，一个是老板跟员工的关系。这3个关系涵盖了我们所有的每一个人在这世界上的生活。即便你现在没有当爸爸妈妈，或是你没有结婚，可是你一定是一个在亲子关系当中。还有当你去学校上课的第一天，就有了主仆的关系，老师学生的关系，就有一个先后上下的关系。圣经里面说这些关系都要重建，所以我们可能可以去看到这一些人很多生命的破碎，人生命当中很多的疮疤，人生命当中很多的坎坷，很多的扭曲，就是从这3个关系出了问题。你知道为什么世界上会这么多的同性恋？那为什么在上个世纪500年前，同性恋的议题却没有这么多人讨论？有人认为同志是先天的、天生的，但也有人认为同志是后天的。不论在这个当中，天生的或是后天的，可能最后还是要用科学来找出一个答案。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，就是在很多性别上面有遇到障碍的，有
遇到挣扎的，他的原生成长的环境家庭当中，父母亲当中，或是上一代弟兄姐妹当中，这个关系出了很大的问题，出了很大问题。虽然不是100%，但是你会看到，所以当美国开始强调女权主义，当开始强调女性平等，当开始很多女性勇敢上街头的时候，她们不害怕离婚，她们不害怕第二春，但是呢，造成了很多就是孩子心灵的受伤。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性倾向就是很正常一般的，你也要好好感谢你的父母亲，因为他把你的性倾向都维持照顾得很好。但是不是说你的性倾向不一样，那就是父母亲的责任。但是关系上面，这是一个很不容易解开的，因为这个关系可能就在你很小的时候，可能就在你不自觉的时候，甚至有时候就在妈妈肚子里面。而属灵的战场，最好的解药叫做彼此顺服。我们一起说彼此顺服。圣经5章21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你们要彼此顺服，因为你们是敬畏基督的。这个彼此顺服虽然放在这3个关系的最前面，可是3个关系都要彼此顺服。丈夫、妻子彼此顺服，爸爸妈妈、儿子、女儿彼此顺服，仆人、主人彼此顺服。但是在我们的观念里面，好像就是永远只有太太听先生的，儿子听爸爸的，女儿听妈妈的，仆人听主人的，学生听老师的。不过我看到我们这个世代也有在改变，彼此顺服。有一天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有一天你的爸爸妈妈会听你的话？当你开始独立成长的时候，可能你的爸爸妈妈可能都会反过来，会问你的意见，由你来帮他们决定，由你来帮他们安排他们的人生，变成是你像爸爸妈妈的身份在照顾他们。今天牧师，以前牧师在这边当青年牧师，但是以后有可能变成你们是我的牧师，你们可能是我的小组长，你们可能是我的区长，可能是你们在牧养我，有没有可能？也有可能哦，因为牧师不可能永远都是牧师，牧师也会年老。今天你的老师在教你，以后有可能你回过头教你的老师。所以我们今天帮我按一下，再下一张。我们看到这3个的战场，身心灵，好，再帮我按3下。身体的战场，就是我们要竭力保持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我们要必须除去那10个恶事，要学会的是在身体上彼此饶恕。没有一个人是不可爱的，没有一个人是不能够饶恕的。就算你很不喜欢跟他坐在一起，但是你只要想到耶稣愿意为他上十字架，我们也愿意去亲近他。心思的战场，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必须要受装备，不是只有我受装备，我们要帮助每一个人都要受装备，而且要让他小心那10个陷阱，不要掉进去了。那个陷阱掉进去了，是会让你的生命都一起被吞吃掉。所以要让每一个人效法上帝，效法神，好像基督一样。而属灵的战场，就是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。我们每个人都讲圣经的话，可是只有一个头，基督是头，他是元首。我们要让每一个关系都能够修复、恢复，甚至在这个关系当中，能够彼此的顺服。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很多的事情，其实我们应该要花更多时间，但是牧师只能够很快速的让大家来看。以弗所书为每一间教会画出了一个 perfect 的蓝图，就是这个教会是一个征战的教会，为合一征战的教会。到最后第六章，他讲了一句话，
就这个教会在身体的战场、心思的战场、属灵的战场，不断的征战，而且最后呢，打战打完了，不是累趴了在地上，打战完了还能够站立得稳。好，那个站立得住的意思就是还站得好好的，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境界。通常我们去，不要说打仗，去参加一个跑步，去参加一个比赛，去参加一个考试，回来就累得跟狗一样。打仗的人出去回来呢，可能也是累的一条命，好，那个命能够捡回来，好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可是基督徒的战争是不一样，打仗完了还要站立得稳啊。教会是合一的居所，好，这我们在上礼拜有念过21节、22节，我再邀请大家来念一次。倚靠它，整座建筑得以互相连接，逐渐扩大，成为圣殿，献给主。依靠它，你们也同被建造，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地方。所以我们的身体，我们每一个人的 body， 在你要离开这个世界上以前，你有责任让教会成为一个合一的居所。你只要想到身体少了一只手，少了一只脚，它就不能够完整。同样，在我们活着的每一天，就是要让教会互相连接，逐渐扩大，同被建造，依靠耶稣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第4章15到16节，我们刚才有读，我们再来读一次。相反地，我们要以爱心说诚实话，在各方面向着基督不断长进。他是头，整个身体都依靠他，借着各关节、经络互相配合，彼此连结。这样，当各肢体发挥功用时，身体就会在爱中渐渐长大，建立起来。我们知道，我们的教会一段时间经历了牧师的离开，造成了弟兄姐妹当中有很多不一样的意见、不一样的声音。我们可以做什么？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继续的爱教会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继续让基督的身体能够坚固。不是只有我们迦南教会，也不是只有恩高教会，还有以前所开拓的嘉光教会，甚至迦南教会的母会桃园教会，还有其他不同教派的教会，我们都要有一个画面。这是我们在心思上面的战场。如果我们心思已经先把这个教会跟我们不合啦，我们永远不可能跟他在一起。你觉得我们会成为同一间教会吗？它就会变成我一开始讲的南部的同样一个门进来就两边的教会。但是这很不容易，要让这么多的教会大家都可以联合，我们真的要整个身体都倚靠他。基督是头。所以我们都要认识同一位基督，认识同一位圣灵，我们才能够成为同一个基督的身体。而最后，教会是一个刚强的军队。圣经说，我们要依靠主的大能大力，做坚强的人。所以要拿起上帝所赐全副的军装，好在邪恶的日子。邪恶的日子就是我们不断的面对仇敌。就算你没有去欺负别人，别人也会想办法来欺负你。就算你没有在路上抽烟，可是你走在路上，也会闻到二手烟飘到你的鼻孔里面去。在这个邪恶的世界当中，我们要去抵挡仇敌，而且完成一切后，还能站立得住。当一个基督徒，你要知道，你不是跑100公尺，你是要跑马拉松。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长跑，跑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停下来呢？他跑到我们见耶稣的那一天，跑到我们离开世界上的那一天。如果在我们离开世界以前，耶稣先来的，那我们见耶稣那一天，我们才停止奔跑。但是如果我们离开世界上，耶稣还没有来，那也是我们跑停止的那一天。我们不要成为一只兔子，兔子就是冲一下，然后呢就睡一下，再冲一下，再睡一下，然后最后呢不知不觉的睡过头了，都忘记要继续往前跑了，睡得太舒服了。我们宁愿成为一只乌龟，因为有毅力的乌龟，
到终点就是见耶稣的那一天。所以教会合一的居所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教会是刚强的军队，这就是我们的灵魂体征战的对象。我们要有同样的目标，在教会当中，我们要竭力保持这份合一。在教会里面，绝对不可以去跟人家吵架、玩 gay、瞪德啊。牧师在当神学生的时候，曾经就在一次长执会里面看到2个执事在那边大吵，哇，就在那边吵起来，吵得很大声哦。结果那个牧师，那个教会的牧师也很年轻，所以他也在那边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但是呢，那时候我是神学生，还在读台神，所以呢，哇，这个事情对我来讲，真的实在是很打击很大。教会应该要合一的，怎么这样子呢？所以后来几个月之后，那个牧师请我神学生讲道，那时候神学院2年级，所以我去讲道的时候呢，我就在讲道当中特别去讲合一的信息、饶恕的信息。那我印象很深刻，我忘记我讲什么了，我真的忘记了。可是那一天讲道完的奉献，就是这2个执事，这2个吵架很凶的执事，一个从左边，一个从右边拿奉献袋，2个一起做奉献的祷告。我印象很深，就是他们一开口祷告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就开始哭了，然后另外一个人听到他哭了，他也哭了，然后哭得比他还大声这样子。但是呢，你知道大家都知道他们为什么哭，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几个月来，他们为了，其实我们也根本都忘记为什么事情在吵架了，但是只记得他们在吵架，然后你也忘记讲了什么道了，你只记得他们和好了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当我们能够使人和睦，成为和平的使者，上帝就喜悦。所以我们要让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，我们要成为一个刚强的军队。这个军队不是十字军东征，不是去出征所有的阿拉伯人，去出征这些伊斯兰教，去出征那些拜阿拉的回教徒，不是。基督徒的征战是那空中执政掌权管辖那幽暗世界的恶魔，还有造成教会分裂这些罪、这些恶、这些的毒征战。不是在跟人征战，我们要征战到得胜。所以我今天有小组，如果等一下分组的时候，可以分享看看，你有没有一件主动饶恕的经验，或是使人饶恕的经验，或是在教会里面，我们怎么样去装备每一个人。允田现在12岁，如果12岁的年轻人，应该是我们今天最年轻的吧，12岁的年轻人来到我们教会当中，我们怎么样去装备他、预备他成为圣徒？圣徒就是他能够在身体、心思、属灵上都能够得胜，才叫做圣徒。那个圣，圣洁的圣，也是胜利的胜，但是绝对不要成为那个剩下的圣。剩下的圣，这种圣徒就说什么？春呢？剩下来的，就是你不知道做什么，没有用处的，好像放在一旁的，那叫做剩下来的圣徒。我们要成为得胜的、圣洁的圣徒，就是要让我们的教会合一，让基督的身体合一，而公义、爱心都要彼此兼顾。今天的金句，我们一起来读：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以弗所书4章12节。现在中文译本的修订版说，目的同样一节圣经哦，我们也念一次：目的是要准备上帝的子民，为他工作，建立教会，就是基督的身体。翻译起来很不一样，但是你可以知道它的意思。我们都要成为教会的一体，我们来到教会都不是剩下的，而是要得胜的，而是要活出圣洁的，而是要来侍奉上帝。求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关系，这3个关系，夫妻关系、亲子关系、职场上的关系，或是你在学校与人的关系，都能够彼此顺服。圣经说，顺服就带来蒙福。
你现在愿意顺服你的爸爸妈妈，将来你就会在你自己成为爸爸妈妈这件事情上面蒙福。你现在愿意顺服你的老师，顺服你的老板，顺服你的上司，将来当你在带领人的时候，你会在这件事情上面蒙福。你现在愿意尊重你的另外一半，愿意尊重异性，将来你也会在异性在婚姻上面也会蒙福。牧师要带领大家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，我要邀请你祷告。在你们的生命当中，在你的人际关系上面，你今天听了上帝所说的话，你觉得有什么是你需要调整的？你觉得有什么是你需要努力和改变的？顺服就蒙福，顺服的相反就是悖逆。悖逆在圣经当中跟拜偶像一样，意思就是悖逆的人，他等于是一个不信上帝的人。如果我们不能够顺服我们的父母亲，久了以后，我们会成为一个悖逆的人。如果我们不能够顺服我们在上面的人，久了以后，我们就会像是一个悖逆、不信上帝的人。如果我们不能够在两性上面对异性尊重、彼此顺服，我们也会成为一个上帝眼中悖逆的人。牧师要你为别人祷告以前，先为自己来祷告。你是一个上帝所爱、耶稣所救回、拣选的人。可能你没有像黄子佼，可能你没有像陈静心，可能你没有像做这么多的坏事，可能你还表现得更好，但是不代表你不需要耶稣，不代表你的人生需要被耶稣拯救。有一天，我们总会发现，我们需要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何来到这世界上，也让我们知道为何活在世界上，还有让我们知道如何活出得胜的生命，在身体的战场、心思的战场、属灵的战场上面，都能够靠主来得胜。最后，牧师邀你来祷告。有什么人是你现在需要去跟他和睦的？或是在你身边有什么人，他们在争吵当中，你可以为他们做一点什么？我相信为他们做最好的事情就是祷告，祷告。所以牧师要带大家来祷告。当我祷告一句的时候，请你跟着我这样祷告一句：亲爱的天父，亲爱的天父，孩子感谢你，孩子感谢你来到我的生命当中，来到我的生命当中，饶恕我的罪，饶恕我的罪，赦免我的过犯，赦免我的过犯，让我能够与上帝和好，让我可以与上帝和好，也能够与人和好，也能够与人和好，更重要的是能够与我自己和好。更重要的是与我自己和好。我把我的生命交在耶稣的手中，我把我的生命交在耶稣手中，帮助我在身体的战场上得胜，帮助我在身体的战场上得胜，在心思的战场上得胜，在心思的战场上得胜，也在属灵的战场上得胜。也在属灵的战场上得胜。让我愿意饶恕人，让我愿意饶恕人，饶恕伤害我的人，饶恕伤害我的人，也让我愿意主动与人和好。也让我能够主动与人和好。当我得罪人的时候，当我得罪人的时候，帮助我主动寻求饶恕，帮我可以寻求饶恕，恢复和睦，恢复和睦，修补关系，修补关系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求圣灵帮助我，求圣灵帮助我，成为和平的使者，成为和平的使者，在仇恨的地方在仇恨的地方
撒下和平的种子，撒下和平的种子，在伤害的地方，在伤害的地方，撒下医治的种子，撒下医治的种子，让我用祷告来修补关系，让我用祷告来修补关系，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，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，帮助我，也使用我，孩子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请大家一起站立，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宣告，我们要靠主得胜。我们都是得胜的儿女，我们都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，我们要为合一来征战。哈利路亚！星星看见牛奶与蜜之地，星星跟随与主火主带领，甩开不信只宣告你的话语，在巨人面前得胜又得胜，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，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，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，这是我的神的宣告，能力都因耶稣的名，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，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，这是我的神的宣告。我们要宣告得胜，我要得胜得胜宣告，应许祝福将临到。我要得胜得胜宣告，荣耀恩典将临到。我要得胜得胜不堪，耶稣你为我征战。我要得胜得胜不堪，忧愁惧怕都逃跑。我要高唱哈利路亚，天天赞美天天唱。我要高唱哈利路亚，我要唱，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，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，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，这是我的神的宣告。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，这是我的神的宣告。哈利路亚！让我们拍掌，把一切荣耀归给耶稣。哈利路亚！拍掌，把荣耀归给他。哈利路亚！大声的拍掌。哈利路亚！再次拍掌，把荣耀归给神。哈利路亚！我们都是得胜的基督徒，我们要为合一来征战。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身体，我们要除去一切的恶行，还有邪恶的思想意念，不要让它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。我们要常常在教会凝聚在一起，我们要常常和那倾心祷告上帝的人聚集在一起，用上帝的话
彼此来顺服。更重要的，我们要让教会成为圣灵的居所，欢迎圣灵在迦南教会。每一次、每一刻、每一秒，你一进入到教会，你就感受到这是一个有圣灵同在的教会，就感受到这是一个有上帝同在的教会，因为这是一个充满合一、充满爱、充满见证、充满真理的教会。愿上帝使用我们每一个人，都能够成为他的儿女，大能的勇士。在你要坐下以前，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再次说，我们要一起为合一来征战。我们要一起为合一来征战。请坐。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也是一种行动，是出于一种感动。那如果是为主圣工所用，我们这时候会献上我们的奉献。我心切切渴慕你主，我要紧紧跟随你，你恩典与慈爱永无止息，你心是直到永远。我望我的神，以你奇妙生命献上我的赞美。耶稣，主耶稣，就有我一生。耶稣，主耶稣，就有我一生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主啊，我们要来到你面前，求你来做我们身体、灵魂还有心思的主，使我们能够在这每个战场里面，依靠你的名来得胜。主啊，也让我们刚才所唱的敬拜，那个得胜宣告的那个 bridge， 真的就如同牧师今天所分享的，成为主啊，我们能够得胜的宣告，靠主来得胜，成为我们要一起来建造，为合一来征战，对，将今天的信息放存在我们的心中。主啊，我们也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时间、金钱，为主圣工所用。求主带领我们，真的能够如实的建造合一的教会。谢谢主，那这么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阿门。还有，让我们继续献上自由的敬拜。自由的人在哪里？举起你的手 ，Hello。在创世以前，在创世以前，天父他已经爱我，创造我，认识我，拣选我，才派出圣子耶稣基督为我舍命，从此进入永恒爱的约定。我宣告唯一的自由，基督福音是大能，要赐给我生命。我宣告唯一的自由，基督福音是大能，要赐给我能力。恩典已经来到，救赎真光已照耀。我宣告，在基督里我自由。定罪已过去，定罪已过去，控告已过去，基督的宝血大有能力，罪已的赦免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，全新的生命，因耶稣的名。我们一起举起手来宣告：定罪已过去，定罪已过去，控告已过去，基督的宝血大有能力，罪已的赦免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，全新的生命，因耶稣的名。定罪已过去，控告已过去，基督的
宝血大有能力，罪孽的赦免，就是你国都变成新，全新的生命因耶稣的名，我宣告，我宣告我赢得自由，基督福音是大能，要赐给我生命，我宣告，我宣告我赢得自由，基督福音是大能，要赐给我能力，恩典已经来到，救赎真光照耀，我宣告在基督里我自由，我宣告，我宣告我赢得自由，我赢得自由，基督福音是大能，要赐给我生命，我宣告，我宣告我赢得自由，基督福音是大能，要赐给我能力，恩典已经来到，救赎真光照耀，我宣告在基督里我自由，我宣告在基督里我自由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自由了吗？你心里面还没有仇恨，还没有不饶恕。当我们愿意去饶恕的时候，那一秒、那一瞬间，你就得到自由了。但是如果我们又把仇恨带回来的时候，那一秒、那一瞬间，我们又不自由了，我们就被捆绑了。愿上帝帮助我们宣告得胜，宣告饶恕，宣告和好，宣告恢复关系。可能是你的爸爸妈妈、兄弟姐妹、老师、同学、朋友，或是上司、老板。但是当我们愿意宣告得胜自由，宣告饶恕，宣告耶稣基督的爱，耶稣怎么样爱黄子佼，我们也愿意爱我们的仇敌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得自由。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，常与你们众人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，使你们在生活当中的每一天，能够经历上帝的教导，经历身心灵征战，并且靠主来得胜，得着这完全的自由，也得着完全的胜利，并且在人生战完这一切之后，还能够站立得稳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请坐。好，那接下来是消息报告的时间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很高兴看到大家，就是在连假之后，我们又来到周六礼拜喽。然后看，好，今天都是熟悉的面孔。那我们跟我们的左右两边说，我们都是自由新造的人，我们都是自由新造的人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的消息报告。好，那感谢主，就是在我们3月24号，那我们通过临时和会间选出陈柏志牧师成为我们迦南教会第6任主任牧师。然后我们预计在5月底会复任，5月初。5月初复任，5月底就任。OK， 大家要记得哦。然后到时候应该会有那个复任的礼拜，就任的礼拜，然后大家一起来参与。对，然后也谢谢陈柏志牧师在今天周六礼拜来讲到勉励。好，我们一起谢谢陈牧师。好，那下一个就，好，因为这边好没事，好，因为那个好，这边是跟青年牧区同工息息相关的，就是我们在4月28号礼拜天，我们在10点到4点半会去的 Hope 教会参访，对，然后我们会一起去参加那个华语场礼拜，然后会后呢会跟他们的同工有些互动或交流，然后就希望同工们能够一起预备这个时间，然后一起来报名参加，然后今天是参加这个活动的最后一天，对，那就是大家可以扫这个QR code 报名。那如果比如说活动要洽询或是要怎么报名的话，可以问媒体组陈星或是我。好，那下一个也是跟
同工也是息息相关的，就是我们6月9号到10号是青年牧区同工的退休会。那我们在这几日起，就是到4月27号，可以就是开放缴交代收代办费，然后是每个人1500元，那可以交给吉欧瓦的同工、乙方跟会选。对，就是我们有一些行程要开始筹备或是订那个营地，所以就是请大家记得缴费这个动作。好，等一下哦。好，那下一个呢，也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，就是我们今年也有夏令营。那这次呢，这个表格是同工的招募，对，那就邀请学青，就是国高大，对，都是可以在暑假这个7月8号到12号的时候，一起来参加同工志工，对，就是我们从，应该大家都知道阿卡贝这个词就是天父的爱，天父的爱。那我们从以前可能看着哥哥，大哥哥大姐姐，然后用天父的爱来爱我们。那现在我们可以成为同工了，那我们一起去学习用天父的爱来爱更多的小朋友，然后也一起经历也一起经历神的爱。对，所以就是如果学青有这个时间的话，就是欢迎揪你的同学朋友，或是他可能你前几年是跟他是那个夏令营的好朋友呢，他这几天都消失的，就是把他揪回来一起参加。对，那可以问我们的陈毅，他是我们今年的营长。对，就是相关的报名或是洽询都可以询问陈毅。好，那下一个。好，那这是我们的那个乒乓瘦肉桌的宣传影片。好，那我们瘦肉桌，好，我们一起来看看，这是刚才君毅非常认真，最后1秒剪出来的。对，手印，大家1小时前完成。对，我们这次要介绍的是我们的趣味接力赛的第3个，传说中的厨具。对，上礼拜是新竹贡丸，然后在上个礼拜是4季豆。乒乓瘦肉桌第3集，传说中的厨具。乒乓瘦肉桌第3集，我们这周准备进入接力在第3关的介绍，有收看第2集的各位中使迦南粉一定能轻易猜到，有收看第2集的各位中使迦南桌一定能轻易猜到。但是我们强调的仍然是球感技术打桌球，只要能使用抽到的厨具击球实现。好。乒乓瘦肉桌第3集，传说中的厨具。我们这周准备进入接力在第3关的介绍，有收看第2集的各位忠实迦南粉一定能轻易猜到，这关就是要用厨具打桌球，但是我们强调的仍然是球感技术的培养，只要能使用抽到的厨具击球10下，也就是10记豆，就算过关。不同厨具有其相对应要突破的困难，例如这个拿夹子的击球面积很小，这个拿汤匙的球很容易喷走，这个拿砧板的下巴也要出力。好啦，不管怎样，以上3位都成功击球10下了。在座的各位再不开始练习，那就准备被我们电爆吧。不过主办单位很好心准备了一个有奖征答，如果你在接下来2关的内容揭晓以前，能猜到瘦肉桌跟鲍鱼粥的关卡名称是什么意思，那我们可以送给你一个比赛当天的秘密武器，让你称霸全场。乒乓瘦肉桌，我们下集见。对，欢迎大家，就是我们在5月5号的时候有办这个桌球的活动，然后要欢迎大家找2个人一组来报名。没有了吗？好 ，OK。所以呢，也要记得那个神秘小活动，就是如果猜得到那个瘦肉后面的那个瘦肉粥跟鲍鱼粥是什么，对，还可以跟我们那个的那个活动主办方啊，可以跟君毅讲，对，大家猜到的话跟君毅讲，然后他会有那个我们在活动当天有那个神秘礼物。好，然后那个字超小，等一下，好，那今天那个家亲小组就是在下午的时候，我们有那个开始神秘嘉宾的系列活动，然后今天也很感谢黄俊一执事带领今天的家亲小组，耶、对，那这个系列活动呢，就是在每个月都有一次在家亲里面，然后就是下一次是5月18号，所以都是家亲们可以特别留意一下，然后一起来参与。好，
那这个就是也是跟教会，就是跟我们都息息相关的，就是在4月28号、4月27，好，4月27，然后的早上9点到4点是有信徒造就3的讲座。那我们的主题是透过腓立比书看工人与教会，那是邀请到台中美福教会的杨宗胜牧师。那这个讲座，这个造就会是需要报名的，那就是有纸本或是线上，那可以透过周报周报上有比较 QR code 或是那个报名方式，那就是记得报名，然后4月25号中午前截止。那同一天的下午，同一天的晚上，就是周六礼拜的时间，就是变成培灵会。那一样是杨宗生牧师来分享与主同死同活，那都是在地点是新堂，然后请大家预备时间一起来参加。好，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请那个木轩执事来介绍，就是60周年的特刊。好，那我这边来报告一下，那就是我是那个就是迦南教会社教60周年特刊编辑小组的成员。那感谢上帝让我们就是在教会60周年，我们经历过很多的恩典，然后经历过很多他的神迹奇事。那在今年是59周年，那我们就是明年会编辑出一本特刊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进行到的就是程度，就是阶段呢，我们要来招募，就是一些同工跟看你们就是收集一些相关的资讯。那如果你今天有拿周报的话，周报里面有一张这样的 A4 的问卷，对，然后上面会有一些问题，然后跟我们会有一些我们就是同工就是需要招募，然后你会的一些技能在里面。那如果你就把它填写好，然后交到49号1楼那个地方，我们会有一个收集箱。那如果你没有纸本的话，其实我们那个周报的第1页也有 QR code， 你可以扫 QR code 填电子档的资料。那写完之后呢，我们会选出就是前300名，就是交问卷的会友，我们会有一个就是60周年的精美小礼物，真的是蛮漂亮的一个小东西，对，那就是要送给大家，所以请大家踊跃的就是填问卷。那如果你也想要一起来编辑，就是60周年的特刊，你有文字啊，或是你有影音啊，或是你有想要就是一起来同工的，都欢迎你来。那就请你填写这个问卷，然后把它交到1楼49号1楼那个问卷收集处这样子。好，以上的报告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木轩。对，那大家记得去周报上去看这些资讯，就是，周报上真的是比较多完整或是比较多重要的资讯，那请大家都可以随时去 follow。好，那最后这是消息报告的最后，那就是欢迎大家，我们这是小组时间。好 ，Let's go。对，因为我没有做到那一张，所以先讲。好，今天礼拜到这边。